在玩手机的呢，哎呦，就被你勾住了，然后看到你的人啊，算了，我就。流水啊，花开。你嘅莫言之嗬，笑容非常好，推風嘅失腳。你看嘛，連講法告狀之後，拿定耳機來聽講法。哎呀！山高柳难藏啊，心莫开哟，莫藏我的心脏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熱強下來。那新的一季會先前面一禮拜啦，最尾一禮拜第哦，四禮拜啦，哦，前面按精彩呢，按精彩哦，全部猜部分全部都有過關啦哈，就過一兩賽冇過關呢啲，係啊係啊，今日今日級別比賽之前介紹評審是誰？一屆小先生，齊這位先生，齊這位先生，六這位先生。海鮮挑戰賽比賽規則：每一位參賽者創一首歌曲，分數31分以上就過關。今年下一階段的比賽，分數係冇達到31分就強勢淘汰。比賽之前呢，今日請到葉家秀先生講規則。係規則係強壯啦，嚇基本上做嘅音準啊、節拍啊，還有啲感情。哦，你係自己聽愛嘛，不過呢個海鮮。就一條，就向體重要，先要老切嘅鐵石來創出來。啊，本他哋講，我今日來參加海鮮，以後我還很有機會，很有發展的空間，將來可以進這個季冠軍啊什麼的，繼續往外面發展，這樣，哦，所以加油。好，謝謝，簡單明了。好，要聽清楚啦，哈。今日聽嘅比賽。嚟自桃園中立傅鳳喜帶來上到微博時間。好嘞，談啦。去年來參加傳統組嘅比賽拿到第6名，希望今年來參加流行組嘅比賽都能拿到好嘅成績。希望大家人來加油加油，什麼大家？上到微博時間。隨尊叫順，看愛來西山，思叫麻痹，心比松懈啦，木子茶古坡，七七強一兩，世代夢想老年強。看唔到真嘅呀，夜夜夢到見有馬親自叫到太馬山，溜溜嘅高帽子，敢咩扎毛炭，想到愛要搏時間。报时间咯！我當然就報時間咧。傅太哥，你說在很好哦。咩啊？好，你時間那個變嘅，你睇。變啦，慢人變咧。慢人變。有啲節目都中啦，萬來線上啊做遊戲啊，全部都有線到結果啊，前2年流行組係冇來啊。哦，按最後一天我來就錯嘅。咁樣乜嘅變，那個做自家好都自家好了變。該因為啊，你要線到普通3年嘅4年，希望你要上來啊。冇話你要緊準備，當然都緊準備，大張嘢緊準備，準備冇錢都冇事啦。我撈到人家生意已經冇做了。冇，一旦問我做，廖哥，一旦問我做生意哦，我盼先收費哦，盼得到
安尼拖延种辣油嘛哎，吼，行业偏东诶。服务一下。哦，有的啊，顺便报名冲一偏下，东是吗？没查啦。没，轻轻锵锵，轻轻锵锵，好吃啦，好吃啦。因为按讲我讲啊唔会查，啊，上甜头桃园青好桃园客家文化馆蛮爱做呀。我们也偏东啊，哎，蛮爱做偏陌生啊，东啊，有啦有吃啦，有吃。罗老师、徐老师都有说。还是讲你的中诶量量。亮亮。我来开玩笑，冇嘅冇嘅。看到人欢喜啦，食到呀，好老朋友诶。来，叶先生，实在讲啊，这感觉根本佢唱得真好，尤其那个头前嘅上到尾不吃强，他突然间大喊一声出来，啊，感觉真好，你知道？佢唱嘅唱佢俩佢所以吼，佢创作了个意思，让人心感就很有共鸣。甘的查某通，上到爱要搏事强。实在讲，有准备啦，无准备撞真多啦，所以佢就准备，佢未来亲有准备创作佢自家嘅欣赏。还有一点就是讲，佢们有想法，佢把前面的和声冲多起感，把它创出来比和声还要好听，就是一开始就到欣赏台上创出来讲哦，上到会不吃强吼，所以对我来讲要给你加分。好，安子姐，今日创了是歌的主要嘛提倡爱的兄弟姊妹，因为爱妈妈中风吼，爱母行爱这个照顾，吼，希望佢哋做得接转来母下看阿爸阿妹，嘿。哦，友好啊，就好。系啊，友好，好，哦，安尼先来看本书，好嘛？好，夫放弃的本书。不差哦，哎呀，容易哦，好，通过啊，还会慢慢这样来开讲。好，什么鸟？什么？来，杀下来。来自桃园市喜非法带了一条法属巾。哎，唐哥呢？听说闹热打擂台高手如云，今天特别鼓起勇气来参加，希望这次可以有好成绩哦，加油！一条法属巾，也求年用到金。你来出汗也细尘，本为啥一心？哥送我一条法属巾，情义值千金。属巾绣的七杂字，满古千秋不同情。阿哥送我一条法属巾，情义值千金。属巾送面绣的七杂字，满古千秋不同情。你好， Hello，嗨，你好。海俊，嗨。讲唔咩客家人啊？哎呀，哎俺没客家人吧？俺很喜欢听客家歌。唔咩客家人？咩客家人啊？唔講我們講就很喜歡聽客家歌。講唔咩客家人好厲哦，害哦冇人都信，你家唱到嗰個客家歌按髒了咧。哦，对啊俺指谁？剛剛哪一呢？哪裡人？哦，哪？哪一人？哦，OK，高雄人。高雄人。呀高雄啊？高雄哪一人？高雄市。高雄旗。哦，哦，你從高雄市附上來這樣。高雄不是，人家做
人家为什么要用 Ford？ 人家是坐高铁来的，什么 Ford？就是我在桃园上班工作已经很多年了。哦，对，那因为桃园有很多这个客家的哈嘎的朋友啊，所以说认识一些客家朋友，然后就知道有一些客家比赛，然后就接触了这些客家歌，然后觉得有一些歌哎蛮有味道的，蛮好听的，所以也蛮喜欢的。那今天带来这一首《一条伐树给你》是你的第一首客家歌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哦，你总共会几这首？是算是比较传统的。哦呦，你哎呦，你也知道哦。对啊，你有学有练一些比较新的吗之前？比赛有唱过吴彦发，还有这个张宗印。哎呦，这些歌你今天怎么不带来啦？那个也很老了呢。但至少比这个好。啊，真的啊。但是我现在都学一些更老，像矮黑你给你啊这种的。是哦，可以学一点新的啦。在前面一点的。好的。就是我觉得要多元一点，因为有很多歌也都蛮好听的，然后各有各的特色。但是说真的，你不是客家人，你愿意来学我们客家歌，这个已经要给你拍拍手了。谢谢，先给你100分。谢谢说我们有这个闹乐打擂台这么好的一个舞台，让我们可以学习，然后练习。是，我们也这个与有荣焉了，真的。太幸福了，我让那个海军姐姐，不是海军妹妹，还有我们这个牛哥哥主持真的非常开心，真的。谢谢，真的。我们就是把这个歌唱比赛节目就让它娱乐性一点了，不要那么的拘谨，那么的紧张。是因为太久没有比赛了，很紧张。哦，哎呀，有紧张的声感觉吗，老师？这位老师哦。其实你说谎，真的，其实很轻松。可能慧华你好，可能我看一下资料，你可能也有比过很多客家的歌唱比赛。我觉得在台风上面其实非常稳当的，即使有紧张，我觉得你也演示得非常的好。首先先跟牛哥还有海军一样，先谢谢你对客家歌这么的喜好跟练习，有在学对不对？对。当然不只学客家歌，我觉得你在唱歌这个部分，我觉得很扎实。我们廖一龟哦，懂唱。所以懂厉害唱非法这一派的，我觉得都非常厉害。譬如说，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一个唱歌很像复古唱片的声音，好，我觉得很棒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他的声线呢，也是走在一个譬如说艾利亚迪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他挑一条伐树给那些来唱，因为他的声线是很适合唱这样子的歌。这样子的歌，他虽然大家觉得他传统又复古，但是他必须要一定的功力。跟一定诠释得到这个味道的声音，你才做得到。好，当然我也很期待你后面要唱掌中印也好啦，那些歌，我觉得你一定也会诠释得很好。谢谢。这是这一季里面我目前为止我听到女生里面很有气质的一个声音。好，其实你细节做得很好，但是有几个地方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，因为客语有很多的入声字，譬如说下、你、行，那个下，这个叫入声字，短促音。那个要念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个很容易在讲华语或者讲闽南语的时候，就会忘记，会变成会发成别的音，你行哈。还有请你呀，这个东西，鼻腔共鸣的时候发的音一定要很准，不然会影响到你唱歌。就像那个弯固浅求那个弯的时候，你每次在注意这前面一句的时候，你后面的开头的第一个字都会走音。所以你要特别注意，这就是表示什么？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没有好好听你自己的声音，你可能只听小康老师很棒的伴奏，你只想要把歌唱好。以你这样的程度，你现在开始慢慢的要回来自己听自己的声音，听自己怎么唱。有一句唱得很好，阿狗松摸一条发树茎，你那个滑得非常的漂亮，一点都不做作。我觉得这是你功力的地方。我希望接下来你要挑战更不一样的歌，我期待你后面的演出，加油！看本书，对。非法分数。过关了，谢谢老师，勇气，加油哈！谢谢。好，我们后面再来聊哈。谢谢，恭喜，专业当好。好，我来撒下来。来自台北市戴飞带来看书。好的，躺过来。我之所以会接触客家音乐，是因为我看这个节目，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参加比赛，也希望能够有很好的成绩，继续唱下去。
有风也有雨，也有缘，有丝无缘。我在天顺行，远远望，又欠三样。人中总有不易，向下行，忍耐见。月落无岸的路，不思量，有爱偏等你。天寒也冷清，有你的温暖。岁月空无情，有你来走伴。陪你的脚步，行千里路，黑暗前始终落地幸福。总有万般情，更难也爱渡。不怕前行有漫步，跟你的脚步，行万里路，不怕跌落风尘淋死苦。夕阳成欢乐，更难也幸福，因为爱恨。你今生的强诉。谢谢，老师好，有哥哥好，有一位不是我们客家乡亲朋友了啊，谢谢你，真的，哎呀，看到你们都每一位都是感动，而且唱得比我们客家人还好啊！谢谢，真的，你有安会唱啊？太感动人了吧？会吗？对啊，谢谢。一张开口一唱就知道，对啊，我不是客家人。我本来在玩，哎，什么话？客家人也很多人会哎，没下赶你拿，从没下赶你拿。我已经给你从会懂后，真的。对，我刚刚本来在玩手机的，哎呦，一听我就被你勾住了。有吗？有，然后看到你的人啊，算了，我就。你这个跟我不是客家人有什么两样？快点要回来。不行啊，他有老婆了，我有老公了。是啊。他叫你把我弄回来了。不行啊。对，要敬老尊贤啊。是。有礼貌，有礼貌。对。你因为你怎么会想要接触客家？对啊。因为我都会看这个节目。哦。因为我每次看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说，我也一定能唱啊。真的。对，那你下次传到圆明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也要去唱？也有打算。我咿呀啦咿呀哟啦嘛嘿哟。好，有这个打算，真的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哎，因为比唔要客家乡亲啦哈。来，哪一位老师来公平啊嘞？好，慧茹你好，老师好，谢谢你来学我们客家歌。今天你其实你的声音真的很赞。那我今天就从3个点来帮你切入，好，我很快哈。好，谢谢。第一个就是针对你的音乐性。其实我觉得你是属于一个很容易把自己想要的一种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乐队给你的东西，你很容易就可以融入感觉。所以我从你一开始开口唱歌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看你的表情。所以我觉得在音乐性判断上面是非常有天分的，甚至从你讲话的口气、语音都非常有天分在音乐性的表达上面。那在针对音乐性的部分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接下来就是你唱歌的技巧了。其实唱歌的技巧来说，我相信你唱这么多年下来，其实一定有一定的功力。但是有一些地方，我是希望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在抖音的部分呢，一个乐句我很在意的是一个乐句的完整性。可能你想要抖音的部分的处理，我希望能够再晚一点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，就一段句子里头，你可能倒数第2个字你就开始抖了。
你懂我意思吗？我知道。我会希望你唱完最后一个字之后，你再处理。那再来就是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，就是咬字了。OK。那其实对我来说，对我们来讲，其实我们希望在语言上面的一个传承，当然我们会希望让大家听到更完整的客语音乐，因为客语音乐这几年的发展下来，它真的有一个非常跳的一个东西，所以而且它会直接接到现在流行乐上面非常需要潮流性的东西上，所以现在目前你的歌声技巧没有问题的话，那很重要的就是在语言咬字上面。所以我会希望在这上头，那可能要再加把劲，所以我非常希望能流理下来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国立老师。感谢你用安好的声音来认真唱下歌歌，因為你開咗幾隻牛屎下來，我哋就做地講，真嘅唔係客家嘅，但是你嘅用心，我哋就感受到咧，唔當認真嘅去詮釋去解釋好聽嘅客家歌曲，那一份感動係我。給你留言多壓下來，所感受到的體氛感動，希望你就做你自己就好咧。你因為一首歌一樣來唱，我鼓勵你就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唱，加油！一在舞台，我為你保留下來。謝謝老師。所以你要好好的、認真的去學你的客家咬字，你的唱功沒有問題了，謝謝，好不好？謝謝你，我得到你今天的感動，謝謝你。謝謝。好，謝謝哈。來，看分數。戴飛嘅分數。謝謝老師。你怎樣？太開心了。他問我說走了嗎？我隨便啊。不行，沒有太開心了。哦，你是要跳舞是不是？沒有，我看到那個分數我太開心，我有一點失控。OK， 那以後你會常常這樣子嗎？你分數高的話，你會失控嗎？應該會。哦，那以後分數都盡量不要打太高。好啦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謝謝，那好，謝謝你啦，謝謝啊。我哋殺嚟。嚟自桃園中啦，梁心平帶嚟《愛恨唔驚人》。嚟，彈下。研究啲擺強線的陣呢，愛等強卡咪看呢。你莫講，他一擺來莫按緊張，嚇。唔放心，搞本來那個崔老師就抄的啦。他對 K 看到我就緊張了，真的你就緊張了，對啊，他站在那邊就緊張了。很少看到帥哥。哦。濃煙土綿綿拍上三條青尾褲。有首歌係咩意屬嗬？唔知唔頭馬晒版本。周偉老師的。咁希正傑呢？係哦。我係梁心平，聽日拜來參加鬧熱大擂台，我來唱啊！我係二個人，我係二個人，一天我哋會過關。大家金子送給你，表示愛心意。今生就愛你，莫愛配殺你，望你寵愛做你歸。金子帶書者，等人掛在心。千萬記得愛恨給你，啊，該相逢多難時，一心為你等下去。祝新年好，細阿妹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以中國嘅吼，阿就呼放去泰國吼，就貼近油頭。用我啦，做嘛？你油頭嘛？
今後演迄哈？哦，你突然過來啦，係啊，哦，好朋友啊，嚇，好朋友啊，係，一三年我同講，一定當好做朋友，有良心啦。良心的朋友啊！我哋本來都好朋友啊。我跟你講，這個厲害了。來，聰聰，提羅不該交手過了，我已經幫你試驗過了。李慶法就係義就係李慶法。跟也有冇個良心朋友嘛個意思？一心的義民。因為咩啲吼，我哋班人做貴重啦。嗯。人做貴重。哎，這段是真的。嗯。哦。我不要講，嘢就嘢，你就嘢，我就嗯。哦。是啊，尊重老婆是大丈夫。咁問題佢用嘅5、6、10年咧，還做乜上嘅人呢？咁啊，不要講，嘢就嘢啦。嗯。我就講。嘅係咪？最要到嗰度學，你行到冇？暗堂朋友吧。哦。應該所有廣州朋友，他係邊個？係按住唱嘅啦，大家唱嘅。係咩？家老公家唱嘅就對。哎呀，嗰就對嘅。意思講嘢好老公啊。但是按基本嘢係唱歌比賽，先談欣賞的公平啊，好嘛？哦。有國立老師。良心平係人嘅真名係冇？係。真名。係。確定啊？正嘅啦，我身份證我冇帶來。那就改啦，沒啦。正嘅良心平梁太國啦，哈。好。梁太國我同講，我知道你講話嘅本事比唱歌嘅行得強嘅。我睇唔懂講乜嘅。唔睇唔懂係講乜嘅？唔講乜我睇唔懂，點講法？係先，有追條路啊？點講法？真嘅睇唔到，也係。如果唔好，如果唔好，因為我講我太上人堂堂。好。我講唔講話。係。比唱歌誒，係較好聽，咁有呀，有呀，係講嗬，係，唔到一個講法嘅練習嘅時間嗬，係，那嚟練唱歌練較多些咧，係啊，你分數會較高，好嘛？太時候咧，好，加油哈，加油哈，好，謝謝。唐多偉啊，好啦，好笑咯，好啦，嚟。良心平的分數，講分數嚟。嘟我過關啦。冇過啦。過啦。如果我30年講啊，30年有我過得我跳過我去點試喲。31就過咧。我冇來喲。我冇來，我阿爸冇來。先坐定來，將好好人同佢副房機好好討論嚟，看到了。好嘛，好，就這樣啦啊，拜託。我哋沙下來入邊嗬。有冇啲開嚟咯？來自桃園平鎮超地戶帶來大餅一定要。我哋等過啦嚇。大家好，帶來3年嚟，我又做嚟，今晡日希望我帶來嘅禮數大餅一定要，希望我做得贏下啲。可見病病，要你講萬事去頭腦，一定愛見心慢慢行。做人啊行前路，歪路唔好行，成功是怕一般般，但係就唔是強。大家為認真做，成功就唔會難。硬腳精神來打拼，人生路長，打拼越天涯。嗨，二哥。哎，去見阿芝，你好。你好。歡迎來到客家電視台藝戲車隊部。哦。歡迎來到客家電視台。歡迎萬年來到客家電視台。大家。哦。唔係你講歡迎大家收看嗱客家電視台鬧熱大擂台。歡迎大家收看客家電視台嘅鬧熱大擂台藝戲車隊部。啊，你真錯啦！歡迎大家來到一音棚可能佔下多啲。
今日唱歌较正常哦。嘿呀，无安尼招上这下安尼。唔这样意思。唔会啊，唔会啦。啊，上摆唱迄首歌的用我招上这下，迄嘛个歌诶。迄讲讲阿妹。好，安尼哦。嘿，就会。哦，唔歹。好啦，啊，你今日带来一条歌吼，较平稳哈。跟超多样板来唱欣赏的公平来。应该是感觉啦，就是你唱起来蛮有那个味道，但是差那一点点啦。因为那汉律讲，我是觉得今天哈你唱的很稳的，已经不容易了，很稳定了。我希望是希望以后你出了爱会唱，就尽量让你的表现请词人不用特别去表现什么东西。不过有一点，应该是给大兵去挺张这个地方哈，因为他那个你不能在那个地方乱换句，不能说大兵去挺行，因为它是一个我们讲的就是客家话的入声字，所以它虽然有断，但它不是换气的位置，因为你把它换掉了以后，句子就断掉，所以你应该唱大兵去挺。让这个地方再换气都可以。人生路长，人生路长，大兵的天涯。我是希望说，你不太懂客家话的话，唔怕，你要继续努力的去加油，然后呢，要整句来念客家话，应用版念出来，然后呢，去学，去找很多朋友们，我相信你就请多朋友。大家都会客家话，然后来教你一整句一整句的入心处，你听不会夯，会让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来看本书哈。超特有的本书。什么先生？容易啦。什么两位阿哥阿姊？阿哥阿姊，要不然农场的路啦啊！哎呀，哈，江老师吼可以抢到安尼你心仪的对象哈，秋夏先生。秋夏先生，好，按照这样，好了，毕业当中吵哈。来，撒下来。来自美丽是陈友君带来记唔出的心。好嘞，躺了。大家好，为了这次的比赛呢，我特地回老家请教妈妈关于歌词的咬字啊，以及情感怎么表现等等。那希望这次比赛会有很好的结果，谢谢大家。西风姑娘，花路冷，天又来到。梦魇土绵绵，爬上山条千里口。林天光强，冷风微淡归身后。答应天灯就转，江汉又停错。唔给形容寒黑的心头无散去，唔知去勇漫上，诉心思念期望，送本丢小暖，千言万语，伤伤戚戚。梦的下归队，心的寂寞难抑，千言又万语，伤伤又戚戚。梦的下归队，心的寂寞难抑。你好，你好。友君。係。緊張哈？謝謝啦。你謝謝你啲嘛？當多呢。當多。誒。主要有一大部分緊張嘅原因係吼，
较少讲客家话啦。较少讲吗？嘿啦。哦，因为平常时上班的地方无讲客家话。冇讲英语。哎呦，真的啊？一些些啦，系啊。哦，你上班地方全部讲英文哦？系。几乎。加工程师嘛，工法。你可以做工程师吗？科技新贵哦。差不多，系啊。哎呀。哇，我们闹热好多优秀的人才哦。不敢。是啊，那也感谢你们，真的那么。这个接触客家歌，然后想要让客家歌更发扬。对，因为也是算苗栗人，也是算客家人，系啊，没有很常说而已啦，系啊。你第一拜来啊？系第一拜来。係糖嘅事呢？係糖嘅事，我講。跟住我上咗來咯。因為客家歌很好聽啊，董後堂，然後想說來練習唱看。你是聽到哪一首客家歌很好聽？就是剛剛唱的那一首。對，係啊，因為這很多，包括有國語啊，客家也有。日文是最早嘛？對，日文最早。然後才國語、台語。哦，台語。再國語。北林溪，再來是國語。對。再來客語也翻了。對。這好的旋律，真的每一種語言它都會加入進去啊。真的。是啊，好聽。還有更多更好聽的。有，還在陸續練習當中。還沒有，還沒有再多去準備的。假使那個係有歌嘅話，多多準備。好，客家歌係動。好嘛？歌嘅話，係啊，來先嚟。剛先嚟談公平。這位老師，要是嗰樣係咩藝術嗬，唔知你談嘛啥版本？這位老師的。咁係正經呢？係哦。好，要建議嗬，你會談客家話冇？會談，會講冇？謝謝。來，深呼吸。我覺得你要昏倒了。深呼吸的意思就是吸氣要吐出來，出按呢。你剛剛唱過就有你按的問題，好，我做冇按你講，因為太緊張咧，那種緊張一聽話，這我們有的名言，我們常常講嘛，一定要跟緊張相處啊。唱歌你講話的時間，你就抵講，我要吸吐，那個才成立，你才會有氣。故說講。因為太緊張誒，就影響到你啲唱歌嘅氣無順嘅話，大家就會團體，包括你的情緒，包括你的母音，你的音準就會跌跌。還有回去好好練習，怎麼樣使用麥克風。你剛剛拿太嚴，唔可以咬你要跟他一樣和平共處。好冇？啲嗬，莫拿太嚴，咩莫跳太拳，想辦法。雖然講可能會去 KTV 練習，不過練習嘅時間做得。把 echo 關起來，做在糖豆自家真實的上，還有可能因為你替拜必須，我唱人上，我必須要很殘忍的說，你唔係當位唱歌誒，你要冇埋技巧的線數，唔過人上有一隻當中嘢誒，就是說故事的感覺很好，你一定要記得一首歌曲提記，你一定要用感情，要用眼光點入來，鼓手講不能走音。西風歌釀花咯，就是要有那種響應的地方，好冇？提記出來做到，冇人會自己講，你彈歌咪越來越講。西風歌釀花咯，冷天又來到。還有老師，我還是希望你可以再注重一下那個咬字的部分，譬如講期望，沒期望，好，要得小細節要注意，最後呢，知道。後面的進步空間會動態，加油！好，那看一下分數哈，來。陳優權的分數。恭喜你！每一個領域都不一樣哦。對，真的。你在跟外國人交涉的時候會那麼緊張嗎？也會啦，也會，現在沒有那麼緊張，沒有現在那麼緊張，適應了。係啊，好，深呼吸，好，深呼吸。有救護車嗎？啊，不是，咳個2聲聽聽。這種我還好。過關啦哈，韓一拜他繼續哈，就變下來，好嘛？加油！謝謝，謝謝。好嘞，準備當籌。我哋撒下來。來自台北市吳麗雲帶來一公公。彈關啦。大家好，很高興能夠來到這個節目，因為爸爸非常喜歡客家歌曲，希望透過這個節目唱一首歌給爸爸聽，希望爸爸會喜歡。
日头照啦南天，我讲来一条路，完整的也有相机，阿公的使用，天边太慢的时间，爱经行经验，亲像一天。铺卡有1800条故事的两元素，下强下条公公。天球地摆强线的船的，爱等强下咪干的。为了马给爱离开，头摆单纯的世界，想念童年。讲讲想出路，也个故事我已经将西汤倒台，对头摆的流传下来。也讲讲想出路，今辈人爱难变那模样，对也讲大家讲句的老人家。对呀，虎头蛇尾。不，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。就是后面有点哎呀，余力。哦，你说很冰哦。好冰哦哈。末梢神经没有通到哦。昨天还有一点这样。所以为现场的朋友都不能感受到，都跟你一起紧张了。真的。哎。你紧张吗咯？至少你的课语很好啊。应该踢100。哦，踢100比赛，是唱给有球没看踢100，当多是去踢100啊。处女秀。哦，你唱给傅凤去欣赏，按多摆时间就唔会紧张。好。希望可以撑得下去。对呀，但是希望一摆迄歌就稳稳的，就唔会啊。好。系啊。有啦，彩排的时候更紧张，现在还好。你彩排紧张？有。不是正式来才会紧张吗？哦，彩排的时候我一直抖。哦，那正式来也还是稍微抖。还是抖，然后现在手都在。就血糖太低了，中风的现象。那么敏感啊！好惨。本身也客家人是啥？纯种的。纯种的。但是多 T T 耶。他们要讲。因为在台北工作。哎。先生透露你。透露你。所以就讲的机会较少。非常少。你的比赛先生有支持吗？有啊。他现在在家带小孩，帮小孩洗澡。好好哦。这样这么支持啊！对。唱段用版来，老师。智慧老师。啊。OK， 丽云，你真的很紧张。超级。不过首先啊，我喜欢你的态度。我知道学客家歌係正確嘅，所以我希望鼓勵能夠繼續學個較多嘅客家歌。今比較特別嘅係講，係先到一首我因為耶穌歌嘅喜歡客家歌，藝術歌嘅，所以今比其實從頭到尾我一直看人嘅表情開始，所以從入歌嘅時間你就已經開始出問題了。所以你即個啲哈，所以入歌嘅家下，你上去入去結果發現。音樂還蠻多，要停一下，所以按你入歌嘅方式就點，這個已經緊張到上一昏已經要昏倒了哈。所以會影響到也會不會上線，所以也上線出現到會有彈到會準會飄，尤其係也個副歌越唱，這個因為情緒的關係，所以越來越高，好會越來越高。好，所以你要注意下的。還有嘅呢，話就係講有一句話，記得好，耶穌歌有一句話，有100條故事嘅牛眼樹下，有100條故事嘅牛眼樹下，向下吊講講一句，一句你注意到佢嘅譜嘅，佢譜嘅當到係1/4的譜嘅，所以佢嘅譜嘅係冇平均嘅話，
给它躺起来要动管，会抢拍子，所以你要选夹个破，要选准来。所以你要冲的法，你要注意到亚基的冲法。好，还有呢，青头杯较大声的是亚基青头杯，想念童年。啊，安尼乐嘴停下来，结果硬切甲起走脱。想念童年。今比本人的建议係講有機會係留下來放啊，就係希望講，做啲亞基放來去改進，嚇去改進。希望講下禮拜來莫按緊張，嚇唔放心，舊本安尼我吹老師就錯嘅啦。好，唔放心。啊，你講起來小康，你要不要站起來發言？啊，不用。好，你不用講解了嗎？你責任很重了嗎？咳個2聲，舌頭伸出來。没有，他对 K 看到我就紧张了，真的，你就紧张了，对啊，他站在那边就紧张了。很少看到帅哥哦。那你真的很少看到，真的很少。你只看你家老公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希望講更加放心，嚇啲舞台上，嚇舞台上做得更加不用100個心來唱歌，你會發現你會做得更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子 C。哦，你知道嗎？我是最近聽到最惡心的一句話。我剛才中餐也差點全部吐出來。不是你都敢有勇氣把這句話講出來，你唱歌為什麼還會抖啊？對呀。對嘞，就好像這個剛講的，你就放心的把它，就好像你放心交給你老公一樣，好，唱歌一樣就放心交給你心目中的帥哥啊。好，以後看到他都喊帥哥。來看分數。李云的分數。安子 C。好，恭喜你們，謝謝，恭喜你們。安子 C。好，驚險度過了，恭喜，下次不要這麼抖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加油哈！謝謝，謝謝。安子 C，好了，回座休息。下來，來自苗栗市童家杰帶來韓歌。好，嚟頭個啦。真的懂好唐語唱歌的哇，清新哈，好清新哦，然後他們細阿妹唱歌的，好棒哦。有寒流來山那歌啊！腿下看到的時候，哎呦啊，林淑龍來了呢。我說不是，她不像林淑，她像林淑龍的媽媽。今日係我推帶來到亞威比賽，等下愛帶來一首韓歌，希望亞擺咪做得韓歌。韓歌好吧，聲音的很多聲。韓國書下，錯了嘅錄音架，韓式啲咧高雄高下，唔知過會有幾多年。韓國細路變得愛認出，韓國天空青蔥無人照顧。誰的了高雅高處，幾多春夏秋冬，比個東亞西亞，比個天地，比個安居到了，比個愛人的，唔管。行到哪裏去？行起路無下正相愛在起，比個東亞西亞都是個個味，比個
琪来了，琪琪来了！啊，真的被我们盼来了啊！你这样叫他要怎么样回答？啊，就看到你也很亲切。我看到你也很开心。你是不是回去之后真的拼命的搜寻琪琪的资料？有，我第幾係問人嚟。不能。那你的心中是充滿了喜悦還是失望？唔好啊，當當上人唔坤嗌講充拼人啦。哦。較少安尼更多。哦，要一生人哦，很少的幾率哦。去有福報。爽未同嘅送伊幾個冠軍，合唱嘛，合唱還是個拜託講，有機會把人來做嚟比賽，係啊，就真係就來呢，就來啊，然後因為都好排都一樣。啊，對，哇，真的懂好聽你唱歌誒，哇，清新吼，好清新哦，然後他們細阿妹唱歌誒，好棒哦，就是好舒服，謝謝。好啦，謝謝你來參加，謝謝，來聽講評好不好？先談講評，好，郭麗老師。今日歡迎你來到腦眼大擂台嘅舞台哈，談下吧冇問題啦哈，向總人，好，我就講下吧哈。好啊。你個聲音故事性重啦，非常有故事性。聽唔唱歌就像聽唔講嘅故事咁樣。我係今日比較好奇嘅一個問題就講，今日一首歌曲嘅 key 係你自己聽的嗎？還是小康老師讓你聽呢？這首歌的 key A 調。對，之前是係自己從用吉他聽的 key 係冇？啊，敢每次都聽大一些嗎？為冇？唔講大家唱嘅係冇？係啊係啊。我唱下去咪知道農唱唱大安尼。係啊，安尼好冇？我來參詳一下。你唱啊，你主歌再唱一遍主歌就好，然後你升兩個音就好，試試看。是主歌嗎？主歌就好。B 哦。對。做了嘅錄音家，寒細地了高雄高下，唔知過會有幾多年？是不是？故事性還在，然後低音的壓迫性就不見了。可能係沒重起了，你較習慣於用較慵懶的嗓調跟低的聲音去唱詮釋歌曲，所以我講，你既然是一個音樂人，你懂得為自己抓 key 的話，那以後會不會很有當場的如何行哦？我相信的哈，在他舞台當中，我建議你，如果你在選 key 嘅時間呢，把你自己的習慣用 key 再上一個音到兩個音，你把這個區段這個range 裡面的 key 你都去唱一遍。然後找到一個既舒服又好聽的 key， 你就把它定下去。好，那我相信這個樂隊老師是絕對配合你的。好，你既然懂得定自己的 key， 老師一定配合你，沒有問題，好不好？就這一點，我建議你，其他的我覺得你很棒。我希望一直聽你唱歌聽下去，好唔好？加油哈！安子姐，安子姐。好。哦，再升一級。沒。海龍可以甲講已經，因為我們自家比賽出來，自家定以前你唱歌的時間，自己會就像老師講的，他會習慣那個 key。你要記得哦，你上台的時間，你會有腎上腺素，其實它會激發你。故說講你在自己定 key 或者是自己練習的時候，因為那很鬆，沒有評審，沒有別人，你會知道講，我這樣就可以啦，我唱得很好。不過你起到台檔的時間，那個腎上腺素會激發你，然後呢，再加上老師的編制，然後你就可以唱出你要的味道。我之後有嗓子莫講破音啊，不要講，因為你做得到，你絕對做得到。我讓大家改變一下那個觀念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好棒，好，來看分數，同家嘅分數。還好呢，有得分數。哎呀，目前求得門票了啦。對呀，佢雙擺來同佢合唱99分呢。
哦，迄吉他要唱哦，无啦，你要什么配合的天衣无缝。哎呀，好，加油！好，安子姐，什么你呢？真的，俺们同期梦一出堂都记点的节目唱歌。唱无腔用的歌诶。本他个他。哦，好，安子姐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。哎呀，真正係 TC 禮拜開線啦，嗬，也係清明禮拜開線。係啊，大家好把握機會。係，來，我必須即係介紹下你平時先。湯永平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羅英先生、賴明正先生。啊，剛剛見面你有問題哦，先生。慢言，李秋霞先生啊。哎呦，哦，你見面改變粗戲呢？完全冇腔用咧。係啊。看唔慣嗬。哦，咱哋安尼大半屯131上來，你話小隊伍上來。有樣啊嗬。啊，做好員工嘅小鮮肉。小鮮肉來了。小隊伍看到佢樣講啊。你講要誇獎他，係啊，就是說秋霞先生。今邊安尼，無夾一夾的，看起來當像伊個名聲哦。慢言呢？啊，就是碰碰。碰碰。啊了，啊了俊。好啦，好看哦。比賽之前呢，請一個學長來示範一下哈，本來所有嘅潛水朋友來，好表揚一下。參考一下來啦哈。你阿邊學長都乜個名啊？龔阿văn帶來評判。來，聽下啦。人生有妙那妙，才是流年呐。种好了良那事啊，最无有先呐。有寒流来山那个啊，呀哟冲啊，快乐流来人那身呐，其实了年呐。係，哎呦，阿văn哥。阿văn8號。兩位主持人，還有電視機嘅面前嘅觀眾，大家好。哦，阿văn8係剃刀貴嘅學長。請教一下。我係天貴。天貴，啊，剃多名？第三名。第三名，哎呀，差不多安好當第三名吧。剛你迄當時嘅第一名係乜嘢？李永祥。哦。李永祥啊，李永祥，佢青江創嘅人嘅小跳嘅啦，啊，冇流開，佢青江嚟，得不中啊流開。以前佢啱過上到第一名咧。誒，安尼啦，今日有請到人來哈，就所謂的示範，係啊，本來就是學弟學妹們啦，哈，一個建議鼓勵啊咧。係啊，我記得嗬，以前有隻先生講哦，唱山歌啊，唱7版嘅腔樣啊。一切都一樣啊！山歌嗬，山歌咧一唱一樣。7版嘅。係啊。七班。佢係七邦邦啦。
誒賴先生講嘅啊。哦，你記得？從七班嚟用嘅啊。哦，一創演員。三個一創演員，一班就一輯演員。哦，還有 Q 度。哦，所以有聽到冇？看樣地位哈，身體嘛變好樣嘞啊，真好啦啊，係啊。安志生呢？謝謝你呢，從安後堂嘅歌幫喺度彈。謝謝。啊，以後多來好嘛？好，安志生，冇問題，謝謝。好，謝謝，多謝，謝謝。係啊，好，謝謝。哦，去做休息，安志生。好啦，安尼馬上進行今日比賽啦，哈。比賽之前呢，就講一下評分標準。哦，講。哎咯，你強標係嚟咩？誒，蔡永興教總。首先咧，恭喜大家吼，通過一個選秀會，解下人家的演唱家吼，去通唱家下嘅一個鋼琴上唱嘅安尼吼，金尾江山啦吼，人家就咩冇江山，牛屎愛爭，扮料愛猜，韻腳愛做到家己唱嘅平凡，特質師都有做韻哦，最主要嘅吼，歌詞做唔得唱茶哈，喺唱茶嘢吼，叫都叫唔盡來了哈，大家加油！馬上進行今日比賽 ，TV 投演幸福以風吟帶來3個字。嚟，等我啦。第一擺嘅電視台錄影唱歌比賽，唱歌係快樂嘅，係有過關是親好，加油哦！你好，苗栗的帥哥哈，風吟機耶，你好，唔單止苗栗耶，那個客家嘅帥哥。我怎麼覺得我站在這邊，你只遙望地震啊？你怎麼了？啊，冇習慣做過當海草嗎？哎，哦，係啦，像地震一樣。那啲弦都超嘅，對呀，有沒有像做夢一樣？對呀。貼閉來啊，係啊，有翻譯嘛？翻譯嘛？很高興，但是很緊張。啊，不用緊張，不要緊張，放輕鬆啊！啊，嚟講到唱到樣板啦，嗬，啊嚟唐先生嚟講，好嘛？嚟，有請蔡永興先生。二首字點樣嘢唱嘅一個3個字嗬？天本身一個吟生啊嗬，親好兩途搖啦，各位唱一條3個字，基本上嚟講。親好堂也親平順，假使要講基本一個缺點，有2個部分，第一個部分就講命運有時咧冇唔係親嘅嚟啦，親準嗬，各位親咪向強順嘅順啊嗬，吃到有多少位一個那個江山啊嗬。有點緊張，故說米行嘅送嘅嘅
亲密嘅只甜的盐吼，无按酱。假使你有心肝较菜的话，也喺吃到讲冲刷咧，就安尼就来结束的，有较大声的话，我闺女讲要撑到最后一刻哈，要顶到底就对了，好，撑住，请哦，好，加油，按姿势，按姿势，好，来看一下分数嘞，哈，以风影的分数。谢谢老师，棒哎，过关了。是啊，你刚刚在台下看到的时候，哎呦啊，林淑荣来了。我说不是，她不像林淑荣，她像林淑荣的妈妈。无言的结局了。你练好了对不对？你有练好对不对？没有呢，我不敢跟他唱。哎呦，可以啦，改天下一次，好不好？下一次好不好？按姿势，按姿势，好，再别当坐。好嘞，杀下来。来自桃园幸福。总外因带来杜马跳，好来，弹看啦。柳树啊，花开呀。安尼梅艳姬吼，笑容非常好，推风也十足，尤其嘅服装方面，真靓丽哈。你看嘛，连功法高中说拿点耳机来弹功法。哎呀。青荷塘抽屉带下糖哦，就是有一种享受的味道，就有像赖先生讲的七版的样的。因为加个身体就像扮的样的，动人动球啊。大家好，我今日提起摆老两只姊妹来到俩，希望我三姊妹能够踏入六强，希望大家让我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
这个。哦，那个喜动爆。系啊，喜动爆哇哦，安尼可能喜水有是动多啊。两位主持人哈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平时欣赏哈。哇，你是谈过《闪亮三姐妹》吗？闪亮。有啊有啊有啊。哦，一凤妹哈。哎呀，佢等我帶平鎮，嚇，所以佢平鎮三姊妹啊，嚇。哦，平鎮。係啊，葉啦，佢組成係幸福三姊妹。幸福三姊妹啊？你其中之一嘛？另外兩位係乜嘢？迄個鳳英個秋蘭三個。鳳英跟秋蘭哦，哦阿公哦，哦。嚇，唔識咩？哎呀，做嘛我想啊？很多幸福三姊妹。想起來，你先收費的時間吼，演四姊妹還是三姊妹，搶下一報名，全部錄取。個人講安尼就有盤呢。好彩唔係很多幸福三類化，哦，嗰啲我本意思。三姊妹做得啦，大家感情當好誒。來談公平啊！係啦，好嘞，好。李秋霞先生。好嘞。安尼梅艷姬吼，笑容非常好，台风也十足，尤其嘅服裝方面，真亮麗哈。我唱歌呢客家人冇本人講，哎客家人是乜個修建嘅巴拉多吼，福建嘅哥哥出係做人嗰個三國公園唱，你也唔咩咧？你唱山歌，你也對一個較好嘅話，唔該，你教裝記得唔該記得個戲劇人。你看嘛。連講話高中都拿定耳機來聽講話呢。哎呀，你衰睇嚟嚇嚇。高中，這哪下嚟？高中，衝得嚟，佢衝得嚟，按鄉書啊，係嘛？你有聽表嚟啊？本佢嚇到咧。我眼那耳機真勁動好用呢，又可以做麥克風，催眠，又可以催眠。整體嚟講，梅艷唱嘅首歌曲都嘛跳。你歌小調唱得非常好，原圖有啦，表情又好，非常嘅刺眼，所以你今日整體嚟講，你表現非常好。唔過你聽佢專業嚟來嗬，然後聽佢嘅音樂嚟來，你就咪冇強咯。專業，你專業，你就冇啊噶。你見你就希望你能夠，你啊音樂嘅時，你要兩句唱法，能夠強咯，還有。愛愛芒果來，你芒果你就係啱嘅喂。林那羅裝淚呀，愛愛芒果來。你喺呢你能夠過節，我相信你還會比賽成績能夠更加好，加油！好，來，看不出，用梅艷的分數。兩姊妹分數都到好了哈，兩姊妹有，安子先，哦，三姊妹加油咯，王先生，看另外一位姊妹看佢家嘅分數樣辦，好嘛？好嘞，好，謝謝，好，撒下嚟就姊妹唔浪費了哈。同樣來即桃園幸福，小秋蘭帶來平板。大家好，我係第一屆嚟電視台比賽，我第7屆實力。希望評審先生幫我多多指教，有好嘅成績。
少了无奈。哎，呀！主持人好，你好。上姊妹有排行冇？嘛你是1姐、2姐、3妹？冇嘞，冇啊，讲下嘿。哦，冇平台啊，平台差唔多。哦，安叶芬啊？冇风影之讲。同窗。哦，所以冇分讲曼影较彩啊。最细啦，小妹。3妹。有叫你们歃血为盟嘛？那是男生才有吧？女生不行哦。女生可以吗？对呀，真的，就像 manga 一样，歃血为盟。3妹嘛做得了。咁做唔得，不是黑道也可以啊。不是黑杀鸡呀，是什么的？做给做按摩劳动，出国后世做宰相。啊！你要安慰啊，丢老人家东西喏。头发接，俺妈妈自己还是你做给啊。哎呀，你娘嘛你哦。俺妈死之前就啊，做给做按摩劳动，出国后世做宰相，就挂啦。这些最硬碰啊！哎呦，好了，冲动样板，好。唔知咧，我看评审老师咧。好，刚刚觉得宽，好，英英老师。好，秋兰太姐好，你好，偏偏幸福人，所以同你唱歌特别亲切。好，你今日唱嘅偏版呢，讲起来，我感觉以后就系你运动爱唱出来嘅韵味啊，吼，然后你嘅腔都一样，所以讲可能你基本日有紧张和上音有下走的喎，所以你嘅爱转音嘅位数，唔系讲当顺畅，我想你自家可能也有嗰种感觉。係講做啲老幾種都合順的，就從頭先你嘅示範嘅講台歌講嘅嗬，係軟的，從7、8樣先嗬，上音係軟的，我相信表現會很好。雖然你可能在你嘅啲身體動作當中，盡量老嘅緊張，老幾小出體，不過上音嘅很係冇講動自然的，我相信呢，你運動係有很好嘅分數。好，是夢。伊頭都有講哦，哎，堂東幸福人唱歌特別親切。係啊，哦喲，個撇咧新出來都唔親切。特別親切，其他嘅親切。你喜歡納入為他們的姐妹團隊，對不對？哦，是姐妹。那你就排行第4。我當女兒可以。好啦，看分數啦，看分數。小秋蘭的分數。小妹年纪比较小，比较紧张。唔怕，你分數要同歌，係啊，加油！看你們的咯，三姊妹永久保留，好嘛？好，按這些在邊當錯，殺下嚟。來自新竹竹東廖瓊玉帶來六山歌。彈過啦。每次去市場買菜的時候，很多人都會問我：你怎麼不要再去鬧熱比賽呢？所以呀，我今天來到鬧熱來比賽，希望能夠挑戰自己的實力，也希望能夠拿到更好的成績。客家山歌。唱啊，冰
繁星，随歌来献出遐，好为山歌嘞，以为啊变后生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好，没有没有啦，常常见到你耶。对，好。上几礼拜就是平日讲啊是嘛，个斗搭啊咧唱嘅歌嘅。斗搭。默默契。啲人唱來同佢合唱啊，係嘛？還是見過面呢？有曝光率懂國呢。係啊。哦，他一唱歌其實初體帶下糖哦，就是有一種享受的味道。就有像賴先生講的七版的樣誒，清遠、清 Q。因為家個身體就像板一樣的，當然當 Q 哦。不要這樣，對不起，不要這樣傷害我們的小蘋果。開始減肥。你這個話已經講了10年了，也一樣。哎，我老公就是愛我這樣啊！你確定是真的？確定。安尼較溫暖對嘛？係咪？你一個寒天。剛開始我睇啦。係，佢剛開始我睇寒天，所以我唔是減皮呢。冇啦，我懂到啦。你見嘢安尼幾個強體3名嘅人行嚟變咗嘛啦？哦。因為我去市場買菜的時候，大家都說：“哎，你怎麼都不再去電視台在比賽？”因為他們喜歡看我唱歌。哦，謙虛啦，比較謙虛啦。伊主要講吼，伊第3名拿過，第2名拿過，就讓單獨第1名冇拿過。冇哋變嘅下第1名來做的啦，係喎。錯冇。係啊，安尼有目標啦，有信心。這樣是好的。好。真的。對。最快先從根本一開始。減皮。係啊。唱到樣辦，開張有嘅呢通啲咩？對吧 ？OK， 好，來應曾先生。廖強勇唔是哈，佢俾唱嘅老神歌啊哈，可以講就講日生啊，本身一樣嘅條件哈，就講唱嘅呢，亦都講最好聽嘅就係行雲流水啦，哈，自然哈，較流暢。就講呢，我有就講我弄嘅地方就講人嘅貼絲有嘛哈，你千後尾呢哈，因為客家神歌樣啊。一般人家吼冇跳一翻客家神歌樣嘅咯，嚇就係學會神歌係樣，就親啊變後生咪，但是你會就同一下就同大家互動嘅啦嚇，互動啦，所以我所以跳到伊有搭對啦嚇。學會神歌嘞，以為啊變後生貼詩嘅目的就係嘛啦，將一句歌詞嘅重點啦，填下嚟連貫落去啊，本意文理條暢。咁然後呢，但是我就知道講，去到嗰度話你唱嘅話嗬，本意一看下起來嗬，文弱太散啊。但是唯一有一隻缺點，一個小小嘅建議啦，就講天意嘅時節啦嗬，就講就愛嘛個咯，咁唱變太散噶嚇，幾地位啊嗬，面腔啊嗬。迄假使較來個一啲咧較長一絲絲咧吼，佢戲則個比較長的話，也都當完美啦。因為樣講，你後尾50詩嘛，就愛你也戲嘅爆發，咁長啊變太長啊，比較美嘅話吼，會較好啦。但是我家談到有啲就有較肉嘅事情咧，所以我相信咧吼。家下去阿鳳姑講嘅，鋪講啲安歌啊，嗬，因為嚟一大擂台，一多拜嘅人啊，一猜啦，一實際講嘅啦，因為唔會面對卡米拉呢唔會驚啊，嗬，所以呢我相信呢，嗬，也戲嘅方面再調開遠啲嘅，各位呢天機嘅時節啦，莫唱人家，客家真歌唔是啊咧，必須講法腔樣嘅。
慢慢的吼，悠悠的讲出来，吼，得意就好啦，安尼不用谈清楚，吼，唔使急啊哈，唔使急，啊，一点要注意啊，好，再加油哈。好，安子识，来看人家的分数。来了，小苹果。你做嘛？唔敢看係咪？小女子害羞啊你啊！来看一下。小苹果的分数。西蒙先生，35分。稳啦，哎呀，冇問題。喜歡嗎？哎呀，哎呀，邁向冠軍之路，好嗎？好嗎？期望。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好嘞。好。好。謝謝。殺下嚟。來自台北市林旭烈帶來《夜遊情》。好啦。夜遊那情來遊。唱歌呀一起哦。哎呀，伊有特色啦。你彈對啦彈。我當時合去演嘅呢，唱高中嗰個客家台戲。好命嘅喏。哎呀，已經轉那個房地產了呢。都唔好意思，我自己都在下海在做了。下海。下海。大家好，我又來參加了鬧熱大擂台，發揚客家文化，希望今年做得順利過關，加油！张年啊，你呀來那，夜遊那情來遊，盤古開天那都已經那。宋朝那，左右那，把文那，真来有，一盘用來呀，一盤銀那。東東最要啊，高他天啊！高他啊，神有那。白牛那
林泰国你好，帅哥美女你好，哎，又见面了哈，哎呀，来天多拜啊哈，来天5拜吧，天5拜啊，哦，他用呀10年的歌唱生涯，揾嚟扭一大擂台5拜雙台幾飛，當主持人的節目啦哈，係咪？見那位都冇去比呢，哎呀，那位都冇去比，啊，做來安呀扭一大擂台比添呢，係啊，嚟丟扭嘢啦，按好按主持人節目，係啊，客家文化，係啊，哦，我唱歌呀一次哦，係啊，有特色啦。你彈對一彈。我當時喊去演嘅呢，唱高中嘅客家太戲啊。唱高中，而家你去報名戲曲學校會入圍冇？我呀，會錄取哦。哎呀，你話客家太戲有乜嘅事係有青島角色。有個社會事件呢那是腦法面啊，法面啦，法面哦，太法、醫法全部都得。林先生今日創一條歌嘅吼，第一，你係沒有多少會講散，你來講來5拜應該會請蔡張唱啊。冇以來5拜咁多短短嘅時間。全部都海鮮天天啦，一年來1拜啦。哦，一年來1拜。連續來啦。啊，做來海鮮高高啊，安尼天天。迄較接到來就會較菜啦，吼。來丟扭嘢天天。哦，安尼親吼，喺1拜來到記得吼，來按多拜應該就冇強散啦，吼，比創較菜啲嘅吼。因為也創一條，其實甲主持人講呢一條歌嘅，其實一條跳嘅唔會正差，佢係屬於廣東語王，係一種曲了，係曲哦，吼，佢家安尼唱要唱斷到嘅啦，安尼處理唔係唔對啦，但是唱斷，所謂唱斷就安尼唱斷，安尼就唱。把我真來有。當然佢今日咩有呢度油點嘅素菜，將佢日pan用來壓pan鹽，壓壓絲佢就處理來清好。但是相對性，同樣按嚟處理應該唔該不叫字嘅字，有冇按嚟處理？但是你冇按嚟處理哦，吼，故所以轉譯吼。我創一條歌嘅時間，可以將一個詞吼，仔細去研究一下。點樣來創呀？吼，唔創到也算交代下啦，唔係講交代唔下。不過個有部分嘅東西，像2月以來嗰隻來詩，要唔要好好去處理一下？2唔需要創呀前用嘅素材，本來談到要。建狀嘅也要相當唔係按菜嘅素材啦，吼。故所專業來練下菜的話，下一擺就唔好來短短嘅時間哈，加油！對呀，情商至高啦。對呀，對呀。哦，來見真章，看見哪一度份來？林學良嘅分數。哎呦！好，什麼評審啊？哦，真哦。天拜海鮮歌了。係啊。冇啦，天一拜，雙拜要過一拜。恭喜！安謝謝，安謝。哇，真係非常錯哈！好嚟殺下來。來自苗栗市馮秀瑩帶來評判。來，等下啦。大家好，我又來了，今日創嘅係評判，希望今日有好嘅成績，希望大家人啊加油，按姿勢。
心梦了江南，愿迷了走南江啊，认真了城南，幸福了乡那城。好命了上南，嗨，嗨，哈，也唔张唱林淑两位荣，主持人好，快是唱，林淑荣的妈妈啦。哎呀妈呀，没有啦，林淑荣的妈妈在那边呐。要到岁数的时间要差不多段。哦，是。哎，冇，就有唱啦，要唱林淑荣的妈妈也有唱，真的10分唱。吼，牛哥，年纪好命的喏。没有。哎呀，干妈。干妈，你那个不敢当。干妈，你那个医美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不做了，然后你怎么知道？收起来了。当主持人就是要有一个强项，就是会身家调查。好厉害！好，今天调查局上班了。对，脑袋要清楚。没有啦，收房租好了啦，不要做生意啊。已经转那个房地产了呢。干妈，哎，呀，希望你买屋的呢。没有呀，等唔好的时间，我自己都在下海在做了。下海，买屋的都下海哦。我甘愿下海。对呀，你甘愿啊。哎呦，干嘛啊？包租婆啊，你要包租婆啊！但是他很谦虚哦。比如讲每一天买不给吼，伊讲哎呦，我偶尔好去帮他打扫一下啦。哎呀，然后唱山歌啦，对啦，医美太忙了，收掉不做。唱山歌是我的兴趣。对，兴趣，因为我爸爸以前。那时候他40几岁，我好像是10几岁吧。讲学。来比下先生，迄老几强下比，全台湾，全台湾全省比吼，我爸第5名，来比下第1名。哦，真的啊。跟他一起比，所以我就根本跟着我爸唱，从小就这样。所以希望传下来就错嘅，啲丫头冇团体。我不晓得，就很喜欢啊，就喜欢。伊喜欢条都参考总体讲安尼评分标准，伊敢伊下下呢韵脚。韵脚。4个8节冇蒙词，全部下下来。下到死我啊！你怎么？我讲唔记得。哦哟。好了，李秋霞老师讲的跟罗英英老师讲的，我都记下来了。哦，安尼今日也还要再讲，讲加创到用。今日要讲无强用的哦，好，来，邱下先生。收音机迄你俩必须的上下，错冇接上来。对。哦，唱歌的呀，亲吻的啦，讲老师翻啦哈。谢谢。准备唱了以后，讲英文都是还没紧张。山歌好唱的时节哈，你好是唱的时，另外一个感觉都是属于嘛，不足。哦，可能头前一唱的时，唱太上啊，又好弹的时节，着迷，声音辣辣的哈。山歌了好难唱啊，又好了糖难。歌词配出的时节，都是为将1/4拍，点点的是木匠，怎么匠哦？要不然有匠的声，匠的音哦。要咪做奖，认真唱哈，那认真的腔浪咩是，该多少拍的点点的啊，不唱哎当认真弹，你要唱一点点的哈。是。幸福相传啊，小张那是会好周润。幸福了一生
那一寸呐，干那是为他叫韵，穿是硬硬的韵，哦。后面上个时节，腔量多少，哈，个音多少个飘，所以归属来讲是平顺，啊个表情方面啊，希望下回都是一点点的手的，加减的，冇唔对啊，今日真紧张。你起练唱啊，这表示你紧张的心情就做出来。因为前面呢全部按会唱啊。对这个要有信心，继续加油。好，来人都拜，你紧张啊！莫紧张，莫紧张。好，来看分数哈，来。冯秀妍的分数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34。对啊，不是这个在学这个。卖自己的下自己。谁的歌？我的。好。另外一首是不是？这是第几波？没有打过的。没有打过的，准备要打。好了。好了。好。会做休息哈。下来。来自新北市王笔下得的3个字。来，等下了。乡亲大家好，那些客家嘅好朋友陛下，虽然讲那些好老妹，但我并不愿爱来挑战3個嘅比賽，希望大家老愛加油，希望大家。菜呀，无嫌着在哟，有心就像我恋呐，无嫌着爱哟。春出来，又唱了段啊，山头就铺路啊，又过了大哟。哎，你好，大哥，你好，又见面了，嘿，还记得啊？有印象，有印象。今日做个特别奖呢，啊，跟选秀会也比你完全冇共用呢。謝謝。哎呦，哎呀，佢之前伊來參加，唔係傳統組嘛。但是流行組嘅哈。第5季的流行組。踢到名。第1名。哎呦，很厲害哦，嘿，所以一擺讓我想我來唱。很想哎，聲音呢長大了，對，那給自己一個空間，給自己舞台。聲音呢幾大嘞？最小的今年上大學了。哇！早結婚吼。看唔出來，脖子都按好啊呢。是啊。所以也下子聲音太是好好唱歌嘅啦，哎呀，哦，按你唱到用吧，先同欣賞的公平那裡，好吧？來，茵茵老師。黄大姐哈，我觉得你今天唱的这个3歌子，非常的流畅，哈，都流畅。不过呢，就是讲，可能你就你系咬死，改你系就是会讲，好讲，唔得就咬长啊，咬唔长，就是不知道你的咬字对不对哈，所以你反而唱起来让我觉得呢很害怕。好，所以應該上本來就比較準咧，還有因為咬字啊，然後應該腔啊、韻意啊，會做出來，和電腦呢變形，彈起來冇唔錯，不過就會怪怪。好，所以最明顯嘅就係第2季，好，有心常練莫嫌捱，好，呢片呢，我感覺
音係做到動順動降。有心就像我戀啊，莫嫌了愛喲。我愛去到你嘅上任安好哦，我想做的表現都很下自然的喎。好，就是你的自然度如果再加強，我想呢，整首歌曲你的加上你这个原本就很好的嗓子，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。对，谢谢。安子先啊，来看分數。王碧霞分數。哇，哎呀，分數還是分高啊，哎呀，恭喜呢。謝謝。啊，繼續保持再加油。好，一定會加油。我的客語。好，基本唔係客家人啊。對啊。對啊，唱客家歌唱到很好，真係。很過分啊。客到人。啊，安子先恭喜恭喜啊！學習啦。啊，再邊當場。安尼新的一季親密一場的開線已經結束了哈。恭喜有過關的朋友啊，啊冇過關的朋友，唔怕下一陣呢，甜心有一盤先收費的時間，記得來參加哦。係啊，啊一禮拜全部過關嘛，哎，恭喜呢！恭喜哈！安尼喺好唱歌的朋友哈，夾個來報名，同佢報名。好，同佢報名，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得到報名哈！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有多謝辛苦的評審先生安子先，什麼先生？謝謝。什麼長水仔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安子先。什麼小？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也謝謝所有的工作同仁們啊，大家辛苦了。啊，同時大家我唔記得了，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的收看呢，鬧熱大禮拜，鬧熱中下禮，拜拜。